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道1号南马溪路段，有一台货车载大型的铁片，结果把铁片的锁啊断去，铁片总喷出来，其他的轿车未负险交过拢崩裂，加载无人受伤。另外，伫个台南有一个骑士，这个车徛咧，常常突然间一个物件砸过来，骑士马上球头闪过，搁用手甲拍掉。网友学了讲，这技术哦，根本就是超级马里奥。有民众赛车伫高速公路正头前一台小货车，车身轻风起去，所来车道所在大型铁片拢落落来，这个铁片瞬间去卡到边的轿车，后边车看到了赶紧打洞啊！结果因为有车未负反应阵咧交过，这个恐怖画面发生伫昨国道1号南马溪的路段，铁片占用几个车道，同时影响交通。那个导爆带可能是断掉，断掉才飞出去。旁边我们也不会开啦，因为旁边的话，像这个载重的话，有时候爆胎的话，那个威力很大。肇事货车的驾驶讲有北，因为因报大，当去这地施工车顶所在铁片阵咧落出来，险去变成伤人的迄地主。其实伫国道时会看到载物件的货车会用篷布盖起来，在火物的时前后倒边正边拢会特别加强。如有违反，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台南嘛有惊险的画面。雄雄背一个物件过来，强要去卡着啊！这个桥头的人骹手真猛请，就敢若马里奥共款的，伸手一个刹过，将这物件刹飞过。这局算是顺利破关，无人被 KO。另外一段时间内底，这个桥头的人，伊的反应嘛真好，闪过半空中落来物件。有网友就笑讲，伫台南桥头摆除了练技术，还当练功夫，是讲提醒乡亲，在物件必须都要把握好势，毕竟唔是逐个人反应拢遮好，遮好运，会当平安度过这个惊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